上水搭小巴59K 去連麻坑再去沙頭角有咩玩？鉛礦洞有燕子巢，仲可以走個時空隧道，隧道仲加咗燈添，小心頂頭。一覽無遺嘅山景，唔係沙頭角就係深圳。近排仲有芒草睇添，然後仲有無盡嘅樓梯，高山低谷，慢慢行啊你。中間有好多日佔時期嘅特色地方，包括蓄水池、戰壕，哇好大個窿啊！啲武器就喺呢個窿度咁運過去噶啦。日軍機槍堡、瞭望台、懸崖邊嘅獨木橋小路，仲有 N 個打卡影相位，收藏當行咗。最後俾你參考下我行咗幾多路。